现代第一版圣经耶利米书第19章。上主安尼讲：你着去甲烧夷人买非凡，搁带人民中间的长老甲祭司中间受尊重的，过哈尼西门去希伦子山谷，伫遐宣布我吩咐你的话，讲。犹大君王甲耶路撒冷的居民，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降灾祸伫即个所在，互听到的人拢惊一条，因为因甲因的列祖以及犹大君王拢去杀我，甲因毋捌的神明烧香。互即个所在变做外邦人的地，一世界拢是无辜的人的血。因搁为着巴力去山头坛，将因的囝儿做烧化祭献互巴力。我毋捌命令因做即款代志，毋捌提起，连想都毋捌想过。恁着知，时日一个到，即个所在袂阁叫做多菲德，也是希伦子山谷，要叫做屠杀的山谷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伫遮互犹大甲耶路撒冷人民的计谋落空，嘛要互因的对敌刣赢，互因死伫孝伤因性命的人的手，因的尸体会诚做空中的飞鸟，甲地上的野兽会食物。我要互即个城诚做通行城，互人耻笑的对象。对遮经过的人，会因为因所拄着的灾祸着惊，甲因耻笑。对敌就是孝伤因性命的人，会来包围即个城，甲因逼甲因着食家己的囝、查某囝以及因的朋友的肉。你讲煞，着甲迄个非凡摔破，互甲你做伙去的人亲目看着。着甲因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要拍即个城甲遮的人民，亲像甲烧毁人的废器摔破，破甲袂布直。人要伫多菲德埋葬死人，大甲无所在通台。上主讲：我要安尼对待即个所在甲遮的居民，互即个城甲多菲德共款。耶路撒冷的厝以及犹大君王的宫殿，嘛会甲多菲德共款受拍蜡残，因为因伫厝顶甲天顶的万象烧香，向别个神明献奠酒祭。耶利米对上主差伊去传达命令的多菲德倒来，徛伫上主圣殿的埕，对人民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降灾祸互即个城甲伊周围的城镇，因为遐的居民硬心固执，毋肯听我的话。